捨己得生，馬可福音8章35節，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喪掉生命；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喺原文中，生命嘅原意係話靈魂，指人嘅情感、意志同埋思想。人墮落之後，靈魂經常都俾罪嘅權勢同埋私慾所轄制。經文意思係話，凡係一味想滿足自己靈魂之中嘅慾望同埋享受，反而就會喪掉自己。凡係甘心為主同埋福音捨棄靈魂嘅享受，就必定會救咗自己啦。經歷靈魂嘅得救，呢個係生命蒙福嘅定律。如果基督徒終日去追求地上嘅金錢、成就、享受，就放棄咗親近神、聚會同埋侍奉嘅時間，就係出賣自己，喪掉咗靈魂啦。相反嘅，如果甘心為主，捨去咗個人嘅享受，拒絕世界嘅霸佔同埋迷惑，過敬虔嘅生活，將時間、精力、金錢、殷勤獻上去服侍主，佢就係救咗自己，經歷靈魂嘅救恩啦。請謹記，為主同埋福音撇下越多啦，得着嘅就會越多。歷代嘅聖徒甘願為主撇下一切，甚至係殉道。今日你係追求肉體嘅滿足，定係去追求主嘅心意呢？係為咗私慾去出賣靈魂，定係去捨己背起十字架跟從主呢？使徒行傳2章40節嗰度話：你們當救自己脫離這彎曲的世代。跟住仲要去完成主嘅大使命。喺馬太福音28章19至20節，主話：所以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，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。我吩咐你們的一切，都要教導他們遵守。這樣我就常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這世代的終結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今日起，唔再為滿足自己嘅私慾而活，乃係甘心捨己，將時間、精力同埋所有獻上，專心愛你、跟隨你、侍奉你，令我真實咁經歷靈魂嘅得救同埋生命嘅豐盛，並且將你捨己成就嘅救恩，藉住福音傳與萬民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門。